那么也公干上，现在被这个米这鱼浪地多，加给落地身上那我干出修，相来按住对他到为端几个适当这边就把个些修给你，到通马的了呢加给这个数，对他到我端几个适，人家开始修给你，按住你刚修把打到的。但亚给的cấp số thuy sum de ngang su phui tang inji cấp số jagi yo mare phui cấp số na ani pena khala sa kyu ni sa simba se simba so shi se ko yigi yi tu chi ki thola ni thuy sum yi ngwa jin chia yu ro do de ya ji yo de phu ju ju yo de na ya ge cấp số tin de gu ge yo mare kar sana kura the kar ji simba ji ju sha na de karan ji yo de cha ji ngwan du ani kar so de thuy da da wa den ji ki chik di ju sha na ji yo de the kar ta 당부들이야. 正是吧？正切心吧，是呀去。我第几样？在是吧？在切心吧，几个月是呀去，是吧？当过团大卡卡了几个月嘞，代表团了几个月嘞，在那样cấp数吧，切这他到为cấp数在是的月吧，是吧？切几个月吧，几个月嘞。第几样？正在是吧？正在切心别刚。切心别刚硬吧，当然是现在，甚至上吧，他的是个话，他等上嘛卡等就是那推他的我等这个资料就是这个嘞，呀，他汤不，正且，你在正在，让那个嘞现在，他就说了，人家就当我们就把这个这个说完了，汤不的了，正下边呢，我正准备。是吧？我正准备，我是上班拿起来了，正是上班谈到我对这个职恰的个嘞，第二上班按照大部分人们都七八不接的了第下个月嘞，谈到我对这个职的，我正是吧？等你准备是上班彻底切吧，我正准备是上班彻底切行吧音，是吧？我正准备，然后呢，我在准备，是吧？彻底切个我在准备，是吧？我彻底几个月，然后呢，我正在准备，他的彻底切新别刚硬，是吧？我正在准备，我听这几个，呀，他到我对这个cấp数的直接就讲白呢，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你看起来话，在是什么？开始几个月吧，月吧就等个月嘞。干什么是呢？开始几个月是吧？开始几个月，你在干什么？可能开始切新吧音。开始几个月是吧？当然去，你现在在干什么？是吧？你现在在干什么？可能他的开始起新吧音，开始几个月是吧？你现在在干什么？当然现在前呢，您现在在做什么？您现在在做什么？可能他的开始能新吧音，是吧？您现在在做什么？所以这其实就往都当了，听这些。他理解了呀，在写的话是约吧的。本呢，我在看书，我在看书。贴大新吧音，然后贴大个月写起来话，我在看书。然后呢，我现在在学习汉语，我现在。在学习汉语是吧？我现在是能谈到，我的朋友几不几讲解？我现在谈到，在学习什么？录中学习吧，是吧？在学习，录中几个月？开始几个月？名字的接来呀，在学习汉语，亚给录中几个月？亚给中心吧，是吧？我谈到亚给中心吧，然呢，我现在正在学习中文，我现在正在学习中文。我现在是什么？我谈到这，正在是切心别刚。我现在正在，我谈到切心别刚音吧。你看的学习中文，学习中文是什么？学习的录中，是吧？录中切吧。中文是呢，加一是吧？学习中文是加一中心吧。我现在正在学习中文，我谈到加一中心别刚音。你记起了？那电脑听不的呀？本来我在吃饭。我在吃饭，我在是我切心呗，是吧？我几个月吃饭是呢，卡拉萨哇，是吧？我在吃饭是什么？我卡拉萨心吧音，是吧？当然是我现在在吃饭，是吧？他的
卡拉萨辛巴音，是吧？然后呢，我现在正在吃饭，是吧？他的卡拉萨辛别刚音是吧？多数空的来讲，你话，是吧？我现在正在吃饭。第二呢是我在念经，그래确定性把音字，念字呢短吧，是吧？经字呢确定性把音字切。第二呢是我现在在看手机，他的切性把音字，是吧？我现在在看手机是呢，卡巴大性把音，是吧？拉丁大性把音写去。第二呢是我正在转经，是吧？我正在转经，可是呢，他的过性把音，然后过来压性把音写去。然后呢，我现在正在绕塔，是吧？我现在正在绕塔，他的卡里奇性别刚意思呢，绕塔是呢，绕从过了塔是呢确定，他的确定过性别刚意，确定过来压性把音写去，是吧？当然是我现在正在玩手机，是吧？他的卡里奇性别玩是呢怎么做吧，是吧？手机是呢，卡巴拉丁，他的卡巴这性别刚音。langsung tu jangan nambah soal tering kalau cisam tiap kali lagi ini, ani tadi di kata tu tiap tadawa tunjiki, tak sikdang coba, ini jadi, ni langsung, jemel lesan yang ya kulam dia tolong coba syu, tu jangan nambah soal.